西九文化區第一期工程將會喺明年動工，雖然現時有大量閒置土地，但西九管理局並冇租俾藝術團體，反而收取近千萬租金，租俾富二代舉辦童話式嘅婚禮。場地經過悉心嘅佈置，變身迷你版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當局似乎有意將西九文化區打造成富豪嘅私家花園。根據一貫嘅做法，西九文化區嘅閒置土地會租俾唔同嘅團體舉辦各種文化同埋藝術活動，例如戶外音樂會或者早前嘅美酒佳餚節等等。不過從來都未試過租俾人舉辦婚禮。今次打破先例，當晚有份出席婚禮，而且身兼西九董事局嘅成員盛智文透露，當局從冇討論過可唔可以將西九嘅地用作婚禮嘅用途。佢就話，由於婚禮當晚並冇團體申請舉辦文化活動，再加上婚宴只係租一晚，屬於短期租借，所以批准舉辦婚禮。呢邊廂盛智文透露只係租一晚，嗰邊廂西九傳訊及推廣行政總監陳家耀就話，場地嘅佈置需時，租借期最少都要1個星期。陳家耀又強調，今次收費跟足市價，並冇平租益富豪，但係就拒絕公開收費嘅詳情。事件出現2個唔同嘅版本，有知情人士更加爆料，其實董事局對今次嘅租借事件並唔知情，因為最終嘅審批權係由管理層所決定。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就批評西九當局並冇做好把關嘅角色，任由公家地俾富豪私有化，有違公眾嘅期望。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